簡單香噴噴嘅家常小炒。25g 一棵蔥，速起；4條小米椒，去蒂；40g 一個蒜頭，拍開去衣，切片；700g 小白菜，切半，搣出較大嘅莖，白菜心再切半，洗乾淨備用。大火熱鑊以下3湯匙油，油熱轉中火，加入青蔥、小米椒同埋蒜片，煎至蒜片金黃約4分鐘。夾起青蔥同埋小米椒，撈起蒜片，加入切好嘅小白菜，蓋好中火焗2分鐘。2湯匙米酒，3湯匙素蠔油，1茶匙糖，轉大火炒至菜熟約1分鐘。盛起之後放回蒜片同埋小米椒喺白菜上邊就可以上桌啦。